大家好，何君堯今日嘅軍事行動呢，希望可以再推早半粒鐘，11點鐘同大家見面。啱啱翻到屋企，有少少嘢同大家分享下。開完一個村會，就係呢啲有啲土豪惡霸嚇，就係以話收翻嗰個土地為理由，扼殺咗喺周邊已經住咗成10幾20年嘅居民行使嘅個出入路。呢一個我同大家開會，根本咧就係完全係唔恰當。咁佢哋嘅情況比較緊張，因為嗰個業主話聽日咧就會嚟去封條路架起呢一個鐵閘。咁我認為呢一個做法係完全唔恰當，所以同我哋嗰啲居民咧就要做呢個分析，教佢哋應該要點樣面對呢個困難，要點樣克服呢一種咁嘅所謂叫做嗰個地主嚟去強收翻條路，咁應該要點樣將呢個咁嘅威脅去解除？稍後11點鐘同大家分享下，好冇？何君堯軍事行動11點鐘同大家見面。今日早半粒鐘開台，彌補翻係尋晚嘅嗰個停播嚇。多謝各位，稍後見。